观众朋友，今日个节目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最近我等我常常会谈到一个安的名词，叫做斜杠。斜杠也意思係講一個人吼，唔單止做一個工作，無論一個職業，而係要因為其他嘅興趣去做其他嘅工作，還有其他嘅職業。你今日有上到來賓咯，伊係台南市客家美人會嘅林詩玲科長。伊可以講係一個斜槓嘅體驗，伊唔單止係做一個公務人員，同時伊嘛會作詞、作曲，伊嘛要主持廣播節目咯。我哋馬上歡迎我哋今日嘅來賓，所以講咗唔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林詩玲。科長吼，應該講詩玲啦吼，唔好講科長啦，因為感覺到嗰種公務人員樣嘅。但是我想起試點問題，我都想講，就想頭先我哋講到嘅，林詩玲科長，但是又會作曲，又會唱歌位，又會帶合唱團，又會主持節目。聽到想講，奇怪，咱係多才多藝，當初我想去做公務人員行一條路。講要最應該係行錯路嘅啊，你唔錯。無啦，其實唱歌嘅興趣，不過呢頭擺就講較無安尼經驗，上台舞台嘅經驗，嗰做個怯場，自家也唔知自家有安尼才能啦。嗰做我看呢就客家人嘛，但是就講。公務人員較穩定，嗰時候就固定係要靠公務人員，就一到公家機關咯嘢。嗰個當初一開始嘅時間冇發想講，即個要按到嘅一個才藝嘅一個部分，佢想我講前面啲個合適嘅工作，個穩定嘅工作，嗰時候你行做公務員一條路。就咪安尼，嗰下後慢慢地行到一下來，按張回頭轉一看，張發現講其實當到蛛絲馬跡，特別細開始就比較講都有要寫歌嘅，都有蛛絲馬跡。萬歲都會寫歌嘅。萬歲，那個樣是高中噶個律師啊、筆記嘛，開唔起來呀，他就寫做歌嘅。總會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時。更重真係睇來。天哪！應該講，你啲同學冇想到講，唔係用唱歌來配吧？也係，我也冇嚟佢講啦，因為自己佢樣是唱醜小鴨樣嘅講真嘅。但是用唱歌來配，困難配嘅東西嘅時候，你會發現到講，這邊當簡單，邊你彈彈旋律行來就比較易記嘛個。係。對，我所有啲是專業配嘅。音樂一件事情如果有。佢有天分係咪？我也係啊！即你回想過唱好，特別我出嚟唱嚟14天天，從細我就聽我歌嘅聲音嘅。佢冇怪嗬，就搖啊，我就會唱個幾支歌王樣嘅。嗱一首比方說涼啊涼，我就把它改成歌詞，都怪佢啊掉安尼。係佢水木嗬，我咩係拿個歌嚟學嘅。所以我講，那就一個作詞，一個就作曲，就按你來嘅。會發現講，其實頭擺就有按你潛質，而且個目的。這個一直都睇落有啲個穩定嘅工作嘅，然後回去想過，原來以前有開始有按你嘅天分，但是按你天分發現到講，唔好想到講，剛開始我竟然是公務人員呢。身份呢，做乜嗬？話貴咗嘅事情下，咁當時我想講，開始做詞作曲嘅件事情。其實也對嗬，盡量都是一個演員啊，即講我自己也冇想講我行一條路，講實在，我當初因為歌唱比賽拿到打到頭名嗬，將總統比超級組冠軍，超級組係前3名歌手畢業。嗰下後呢就變想講，因為比賽人家看到唔會驚，跟人就想講，個頭銜人就兩年好，人就冇因兩年畢業。嗰度後呢，我們有一隻姜文先生、江蘇文、港文嗬，佢本身寫嘅閩南語好老歌嘅，他嘅新秀，佢想講佢唔會填詞，佢唔會做詞，比如講詩玲來人來寫詞好冇？佢先作曲，彈好本來填詞啊，就說好啊，我年咗嚟來者不拒，我就勇敢嗬，要接受挑戰啊！乜嘅人家講乜嘅，我就唔會講唔好，講好我試看啊，這樣你就行到一條路了。但是我哋咧，線上已經是做好耐嘅新秀吧？
可是伊写好路诶，嘿，可是变成讲伊要求你写词，要写好路嘛？写好路歌，一开始写好路歌，啊，毋过我期间呢就想讲，在伫安尼客家文化嘅伫推广，啊，当然我一天要写客家歌，故所我也有参加嘅像新竹县的比赛、铁拜比赛拿第2名，个我参加桃园的拿佳作，个还有呢这边讲当到国家单位也喺社团给我写主题曲哈，也讲工厂有的歌曲，做了有请我伊投稿安尼。可是也唔算误打误撞啦，根本也也唔算误打误撞啦，因为吼，应该讲。其实也要有一天呢，人哋讲天分吧，无你讲这个讲，其实慢慢的对一件事情，会有一啲心思，好，佢变成讲也要每本的时间，好，譬如讲一个人的欣赏，作曲嘅欣赏，唱来提去写词嘛，啊，头当啊一开始嘛，听人们讲，也作曲嘅欣赏其实係寫好路曲嘅啊，好，嗰時一開始嘛，我寫一開始嘅詞應該嘛係好路法，啊，你好路法都可以寫。講到呀吼。像個好幾個唱片的頭家啦，舞蹈，其實我係啊，師範員我係講，詩婷老師，既然客家人就客嚟講好路，是在東南塔，你講好路法都冇嘛會講，既然用會寫好路歌嘅咯。我講簡單啊，歌會彈到嘅就曉得寫。冇簡單啊，彈個按度嘅我唔曉寫。講真嘅，有一個好路寫好路歌嘅先生吼，佢自家本身就有作詞作曲，啊，其實係嚟請教我講，詩婷老師，因為佢一擺佢寫曲，喺我填詞，我就講，先生人一片倒一支。叫我講 A、B、C 哈，或者 A1、A2、B1、B2 加 C， 可能用嘅架構歌曲應用版，有一個體體有一個年節啦吼。你講用個電腦，唔係學來萬年教誒，你嚟上課，我講冇呢，那無師自通呀，那就去教歌嘅創作，去教為揣摩，去教為就地體體做安尼啊，而對仗冇應用版冇安尼。最主要係唔知幹嘛有安尼勇氣同安尼嘅心思去行伊咧，希望有時間吼，嗰種即個唔願意做一件事情，應該一徛嘛徛唔同。嗰種係當為鼓勵後生嘅吼，也學生嘅種係經啲教書啊，就講你哋吼盡量就講所有嘅條件，而且要具足，勇敢去接受挑戰，然後多開發，講人嘅潛能啊無限，真嘅，再靠安尼機會來激發出來。種有時嚟講，譬如講你去參加歌唱比賽，唱別人嘅歌嘅啦，吼，我都講嘅。但是其實真的最難嘅係自家去唱自家歌，我都講自家去作詞作曲哦。咁咁樣嘅現場係咪可以同人哋帶到一兩首？我哋觀眾朋友聽一下講，哇，嘅時間可做，因為唔單止做我哋歌舞藝啊，因為自家我唱歌嘅時候是填詞作曲咯。好啊，今日當用係今日就來唱一兩首歌嘅。我會重新青春自信，我會重新翻轉愛嘅人生，我會重新自尊，重新陽太陽，讓香光明燦爛嘅未來，我永久記得你嘅笑容。啊，你聽好了，我發現佢講，也真係可以一條歌可以唔單止像充滿人嘅情誼，好嘛，真係可以充滿人嘅。所有嘅人看對象係萬人，對對。當初寫嘅對象係乜嘢？假如講也係做係我一個同事，也講有做一個故事啦，就幾樣事哈，就講我走到人生低潮期，啲同事啊朋友，他家就想我讓我簽一個，按公讓我簽就簽唔起，兼且都有一年哈，所以也會欣賞，我都胡玉榮欣賞，佢係什麼嘅，佢呢？得到呢牙，我有擺呢同阿鄉下食飯嘅時間，佢多多係呢藍油灑係啊，就講帶狀疱疹，當艱苦，
佢气也唔係，嘈也唔係，不過呢，佢就當勇敢，然後面帶笑容，滿臉笑容，就同我分享人生的嗰個經驗。佢一隻畫面就一直都在腦海裡。有一年呢，我記得給你4技2專那個考試，來做學生服務隊，一送片檔，送了以後我就去講，我有這種習慣，就講心情唔好，我就會以視察以就講九華山啊，也以外埔漁港去聽海。今年呢，我就試到太馬路以外埔漁港路航，我就想到浮現一畫面，我就想講，我就發展出一種理論，我講日頭然後地球的理論哈。我長期呢看到一片，就講日頭曬唔到黑暗面啊，日頭唔轉，我就嘛地球這個唔轉呢，我這個自轉就會啊，我一轉呢，迄咩叫做走到的，啊我就面向光明面，所以因為按那個信念一轉，個拄到我也揾一個條路，我就重新去經營，然後就個還有就正經行出一條光明的路。不是以前的同事的事情，還有也為對生命的一種態度，比較有冇區我對人生的看法。對，個還也因為耶穌哥做嘛會寫耶穌哥的，這樣是我想伊當面去感謝佢，佢冇機會嘅，因為佢往生了，所以我就寫耶穌哥的紀念品。所以一條歌的地步可以感受到講啊，咱的詩人以及個對人生的一個態度的轉變。休息下喎，下段節目我哋咪有另外一條歌嘅同時，還有我哋詩人的斜槓人生的分享哦，我哋馬上過來。歡迎過來，福起來！上個節目我哋來自台南市客家委員會林詩麟科長，同我哋講起伊個斜槓人生的一開始，同時嘛同我哋清唱的一條歌嘅。我想請問一下我哋科長，因為其實今日帶來的兩個算是封面地位哈，有一啲貴上推頭都唔唱嘅條歌嘅一個轉型咧。係冇錯，也呢就當年嘅參加嘅桃園呢唱客家音樂創作大賽得到佳作。啊，嗰時候呢，桃園市政府就請所有得獎的歌手呢，以錄音室佢要請專業嘅編曲欣賞編了以後錄嘅就做成呀專輯。嗰時候變成一個專輯以後，按你播順放了嘛，過好，同時嘛變成一個幾重要嘅經驗。冇錯。唔單止係對一條歌嘅經驗，嘛係對我哋幾個朋友嘅經驗。對，嗰時候呢，我會永久來變到心中。變成一個真係具有經驗嘅一條歌同一個專輯。我話就永久唔會變得強變佢家嘅笑容。其實人家歌嘅地步行啊，有一條歌嘅印象幾深啦。因為我哋想講當初中嘛，我寫一條歌，嗰條歌名叫阿姐唔欠男朋友。我想講，係一個宣誓咪，然後講阿姐上過講嘅，唔講冇男朋友，還是講唔得冇來吵嗌啊？阿姐佢無限咯。也可能係事實啦。其實也係安尼，也有一隻典故啦。其實也阿姐唔欠男朋友，也係一個嘅呢光棍節嘅樣是一個手機嘅呢 APP。很多模漫呐，哈，嗰樣時呢，就講拄好，我剛好失戀的期間，啊，嗰一年呢，拄到情人節，西洋情人節，然後長月節，窮日，啊，嗰年呢，老婆啊，冇你，我帶冇你咪幫了，乒乒乓乓當鬧熱漸漸，啊，我到屋卡冷濕濕的1-3年，孤孤單單1-3年，就。無聊啊，就只能講滑手機啊，看電視啊，也講你傳一些訊息啊，就安尼過呀，冷冷清清的情人節，安尼，嗰時候呢就想講今日就來也心情寫出來，就套用嘅模漫的嘅光棍節講，有一張圖講到，我翕一張相大頭照，
套进去，就别人讲哦，这唔兼男朋友，就安尼来的啦。我相信观众朋友听喺人家说明以后，吼，一定各种谈讲，都系一条歌都係很用的咯。咁係咪唱下啲失恋团嚟唱一团好 ？OK， 爱嘅身边永伴不见，有情人来披，爱之后空不度。看天使告诉你，用명로揣摩了嘅心血，失去你冇马改太不了事情，真爱从来冇欠男朋友。唐红就感觉都讲，其实佢欠啦，但是后边时间一跳讲，我冇欠男朋友哦，我可以告诉佢哦，我可以看电视哦，但是其实佢想出去哦。其实我家歌词改脱了，我老听得出老踢一团老踢一边老踢一边歌词就拉穷下，想讲还能用一遍歌一段就叫了把我的歌词把我的心境归在拉穷下，这就是我的创作的一个能量了哈。然后后面的副歌就一直重复说阿姐不缺男朋友，阿姐不缺男朋友，阿姐。然后最后呢就说因为阿姐已经学会哈，不会用安尼。七家的 MV 七家安尼啦。其实啊，那么它算是记录一团人生里边一团的故事，好用一条歌诶。对。而且同时讲，虽然讲歌啊讲到几神奇，但是有的你会用日记，哈，但是你用歌来记录，其实团你也会人生某一条故事。你讲到充电，你真给侦探，要是个笨蛋，迄爱嘅样是当时写到日记度吼。其实也免日记，我冇写日记的习惯。我呢去写一个笔记本，然后当时的心情写下来。结果就今年就当无聊，今年就当无聊就翻，看到一出歌诶，灵感就来就写出来。因为这也系最真实的感情。嗰时候也迄假如讲我创作嘅朋友来讲，他讲会灵感一来讲，我夹夹想办法，比如讲我唱歌啊，录起来咩好。好，也夹夹琴，夹夹弹弹啊，也好，也夹夹谱写写歌词写，就轻讲讲，你等一下歌出来，灵感就做起来。错，感情，叫做想法嘛做起来，然后感情嘛做起来。其实我会鬼琴声唱唔有安尼能力的语言，因为讲唔管迄乜故事，譬如讲失恋的故事，对我来讲嘅话，一路啪啪嘅都流着，记唔得咧。但对人来讲嘅话，都变成一条歌诶，都变成一个心情的记录。真的，我发现到讲有安尼才能的语言，才调音。真的冇简单嘛？其实自家的故事较好写哦，你写配人的故事就较难咯。像比如讲，我写个苗栗头啊，苗栗头的故事，因为我虽然讲有推通吼，我推客家文化，有接触几一条，我也有伊到了解文化，我去家伊报名给他体验课程，我付费哦，伊做哦，按过，毕竟俺要专业，个俺无懂了解。嗰时候呢，呢度叫請我嚟寫主題曲哦，我再拜訪老中青三代嘅陶師，我將老家的位給人他們的心路歷程啊，他們的使命啊，個從特別用工行到一下邊有一點咩給人網絡睇嚟，因為他家都做於英歌嘛，個一下有一個精神領袖轉來，李茂忠太史轉來，太良呀所有嘅給人苗栗頭嘅陶師，嚟回復用工。我張寫出歌嘅呢，個還有唱嘅，比如講寫六對300年，六對我喺北浦客啊，我對南浦客，總體講有六對，那六對，不過嘅故事啊都有情感按摩，這樣時呢，我樣寫呢，叫做人家帶我去太武山，大武山上一款夜景，個幾早人嚟講用嘅六對吼，樣辦當時用嘅日本變來叫做樣嘅推樣嘅抵抗，規則嘅講完以後，今日轉移我想講半夜唔算麼呢，轉移10點人洗身洗好，我就開始寫歌，寫到2點就寫完了，這樣子的，對呢，因為我身歷其境，我把自己融入落去，你才有辦法寫出個情感。
因为这家要过的话吼，因为是平常你这家像这家穷下过久嘛吼，我是这家心情是过清。系这家庆典。我写骗人的东西的时候，真的一天要了解过清楚，尤其迄故事的头尾啦，吼中间的转折啦，吼，会从人讲六队，今日他个人怎样地方可能六队？但是讲到六队的历史，那个战争的时间，他个人推，嗰种一下输家人，一下又推输，嗰种。可能讲，过强，无你讲，过期待嗰種心情，其實係過複雜嘅。嗰種一定愛有人去帶人去沉入到動氣嘅時間，唔通啲感情係樣嘅。像像蘇哥俺唔寫家啲事哦，俺一寫講，扶翻嘅呢，安尼後生嘅轉了，係嗰時我一開始貼記嗰種客家思想戲，然後貼記嗰陣開始嚟歌曲，就講 Let's go，客家轉移哦，伊嘅呢落伍狀啲。上番哦，呼喚人家的轉移啊，係啊，人家佢哋講對300年，太武上下樣版也講啊，這你下次，你用一種真的是希望講，他可以重新歸到。也快真的是幫我哋南部的客人吼，幫我哋說吼，向我哋睇一塊地方，他可以重新歸來。那麼地講其實嗰時間，這個嘛有去聽說我哋咧苗栗的兒童合唱團，佢當初我有安尼機會去聽說一件事情。我讓我做感謝我嘅師長咪對師長受變困，嗰樣是我做人事主任哦，結果叫伊都冇去叫伊前一班就強來喺我一隻。被我一家客家文化課啦，人家講抓交替啊，好，我一家，個還有呢，就講這樣是推動嘅客委會嘅整體發展計劃2年，個我後尾終於做1年1局，拿到全國第1名，個可能吼也客兒童吼合唱團有加分啦，因為這樣是我喺全國第1個公辦嘅客家兒童合唱團，這樣是呢。我就拜託嘅那個苗栗咧做音樂家，很多嘅李俊平，佢係巴塞隆納奧運閉幕的作曲家，佢當優秀，佢呢帶推薦一個欣賞來帶下嘅呢合唱團，合唱團一成立冇幾久，就到了就像苗北演藝廳、屏東嘅演藝廳，就慢那一表演，個第2年，真係第2年嘅。中央客委會就都成立全國的客家兒童合唱團，呀，所以我驕傲。但是我想問下，因為你這個本地都有，我哋講有音樂嘅基礎，吼，同時嘛有興趣嘛，吼，而更加有佢哋我哋講公務員也算是佢哋有公務嘅身份嘅一個資源，從呢兩個結合起來，係咪等於講其實佢這個對你這個來講嘅話，有啲公務人員嘅嗰種辦事嘅能力，同時又有安尼音樂嘅素養，係咪因為安尼嗰時其實睇對你嘅書房地方，唔單止有合唱團，其實還有其他嘅嗰種音樂發通嘅一個產生。係冇錯，人呢當然一聽後，對人呢有安尼專業啦，有安尼嘅呢程度吼，唔知有辦法講，伊用嘅提講，用伊推廣，係人家就欠乜嘅東西，也講人家自家本身有乜嘅條件，就講安尼優勢。安尼劣勢、機會，安尼威脅有按到乜嘅東西，用我伊推廣，用我攞佢做意來。嗰時候呢，嗰樣子我就拄好啊，嗰李俊平挺好，佢本身就有苗栗縣立嘅軍樂團，佢還有青少年軍樂團，佢帶動到學校嘅嗰啲樂團，佢本身呢，佢就都要簽專輯，佢當有熱情。嗰時候我就搭他的便車啦，1+1大於2，中校就安尼。佢也講，伊個出去表演，介個合唱團過來，個有個兒童誒，也有安尼個呢文化傳承，嗰時候就安尼發揚光大。我唔會因為講你搭他的便車，因為其他幾多事情都講，因為嗰種主事者吼唔了解一件事情嘅重要性，伊都唔會推一件事情。喊你真叫我什麼感謝嘅邱市長啦，因為嗰樣時候佢東方新聞嚟做，真嘅佢就講我經費本，我講推下幾百100萬，佢嗰樣時就所有整個計劃100萬本，我按樣伊分配，按樣伊資源樣分配，做乜嘅，佢完全不干涉，佢就講就表示伊做，嗰時候我當什麼感謝，講我也不負長官所託啦，也拿到當好成績。
可是唔单止有音乐嘅专业，同时有行政的一个专才，可是我哋实验课中可以睇，也會因為把幾多事情辦得幾好。休息下喎，等下我哋為嗰度斜講嘅人生嘅故事嘅分享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個節目我哋喺實驗課中我哋分享講，伊也為音樂創作嘅路線，還有伊個過程。我想請問一下課長，因為其實我哋今日現場帶來專輯裏邊，還有啲廣場舞嘅專輯，你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講，專輯係樣來？好呀，今年其實音樂哈懂多元啦哈，都要勇敢去嘗試。其實我本單總講嘅，我專長一下抒情歌。其實有一年就講人家就請來，就是講苗栗縣政府啊，佢全國貼咧，來辦個客家廣場舞，某一天也可能係全世界創舉啦，有講兩首歌誒，他要甄選主題曲啦，不過呢，就一張禮拜嘅時間，我寫兩首歌誒，嗰陣時呢，我就想講，後來我就勇敢接下來，個聽到一首歌我自家有偏偏，但不過我咧加下本來有一個講大抒情版，過我我再下一個廣場舞版，重新就編不同的曲風，過我就一禮拜夾再下一首歌誒，抽給姜文欣賞來，佢哋作曲或者填詞，這樣嚟出來。做出來以後呢，就第2年、第3年，佢嗰陣時108年開始啦，第2年、第3年到今年就一共4年。當年呢，就所有嘅廠商總就來請來合作。我記得我第2年嘅時候，三間公關公司總共來請來簽合作。安尼4年安尼下來，我是蒙感謝苗栗縣政府嘅文化觀光局文管局對局長對我嘅抬愛啦，真嘅。嗰4年所有嘅一共10條歌誒，我全拿。今年呢個就貼拍文管局貼拍做一個安尼種專輯用誒，就造成了 USB 送本給你貴賓安尼。真的是冇簡單的，因為4年就等於你講，係你自家去變成一個主題曲嘅一個創作者。係，今日係做別個安尼哦，公關公司來請來合作，來寫歌嘅安尼。咁當初你這個寫嘅廣場舞嘅時間，你係用嘅心情去創作安尼歌曲？心情哦，其實安尼，像我迄老江文先生合作嘅話，我比如講，因為佢我本來講，今年嘅比賽係學生組、老沙飛組，像前2年係有2組，佢我就會設定啊，像講廣場舞，你做咁多像有的會西洋樂嘅節奏，因為他們抓不到節奏，廣場舞就掌握這個我簡單輕快的節奏，然後也不能太快。太快可能就講老人家聽唔到，個也個還有就講老姜文先生講，你不能給我做反拍的歌，反拍他們節奏可能會抓反，都是這樣，腳都是會扭到樣樣板，那你也不能給我做，盡量不要做落起拍子，盡量都正拍下一，較好找，又簡單，這只是推廣，這不是在做那個就是要一比賽的歌曲，這樣你不給方向。個佢就話：呀，乜個節奏討論以後，佢就會寫歌來。我有靈感，我詞就填落去這樣嘅。個靈感來講，就看當時嘅社會環境各方面，我新進嘅部分，也講佢有特別需求。像比如講，第3年、第4年開始，佢就有加啲幼兒組嘅。跟我就想看見的貓狸貓，他們的吉祥物貓狸貓啊。出去表演跳舞跳乜啊？跳個妖怪舞。我想講妖怪呢，我講今日就來寫一首佢個主題曲，經過佢出去就名正言順就可以跳起個歌嘅，唱起個歌，跳起個舞。個像今年呢，我就想講，獎片那猜拳，要某客家的獎片，我就想今日就寫獎片的歌曲這樣呢。因為像去年比較動貼嘅就講，廣場舞，去年
6、20啊，他家都看到口都不卡，心情压榨啦，佮还有呢，有疫情的关系，当多人救无见就唔见呢，真嘅就唔见呢。做安尼情况下，就想讲，他家有含含，真嘅做来上家门来过来了吼，过家了上家门也好，聊天聊天聊是非咩唔怕，就讲表示他家都健在，嗰时候就写一首爱救好嘛。像还有一年啊，写嘅一首歌，人都为你加油，嘅样样来嘅。所以因为今年呢，人嘅冬奥嘅个呢限速当获表现，全国上下一心他家为到天师面前啊，啲为佢加油，写一首歌嘅。可是你要高的地步，唔单止讲这个形式，其实嘛，天对我哋啲史诗。今日發生乜事情，同時見下情形，比如講疫情，他個人過冷縮，然後他個人希望講佢真係扣個體都靠個扣快，嗰時我遇到一件事情，希望講他個人可以來傾下來見面啦，嗰時我聽到時事嘅發展，係冇同樣嘅。因為寫歌嘅題材就當廣啊，你局限起個故事。應該可能會聽厭啊！嗰種譬如可能人哋咩感覺到我哋實踐課程唔單止係自己會鼓勵人又會唱歌嘅，又會作詞又會作曲，但是唔單止伊話要廣播節目咧，我哋每一下講嘅真言，我有閒去做廣播節目咯。當初希望嘅機會係去做廣播節目咯。其實係簽做隻廣播節目去到美律師公所寄養時咧，就講因為要推廣，得分啊，佢講有嘅呢乜嘅廣播節目啊，佢安尼反而就我哋補出佢講，佢嗌賣嘢節目啊，就別講市長就講，係啊，你主持，你主持嘅反而就講，可以啦，你發通，你客家文化呀，你也乜嘅就加一機會，想去傳達嘅東西，就透過嘅節目嚟。講賣其實唔係賣啦，就真嘅人家就，我也冇良心，係佢就嘅天台，佢就專門做客家嘅，做客家婦鄉下，來嘅客家文化來去推廣。佢從而做廣播節目，其實算是做一啲節目嘅形態喎，而唔係想做一啲唱歌嘅比賽，冇攞做一條歌嘅，而係一啲節目嘅形態。唔知佢一天今日有唱到萬年啦，冇攞今日做乜歌啦，全部都要準備好，然後開始錄音嘅。咁有部分以前學過啊？冇嘅講實在，我以主持前就以觀摩一道，人家啲做節目現場，就啲順就愛腔下要就愛腔下愛等講，甚至腔下主持用嘅就係啲教神，即係做以神奇啊，以後教啊，個還有就係不做自家做來啊。但是教來教去教出名堂嘅咧。其實佢愛做冇當長嘅時間，因為實在做時間當。下班後廣播以後一關，個還好呢就來到，因為個也係因為我來台南，嗰邊做天台，台南一片呢見，即講今年係駐圍啊，顧駐圍嚇，就來接下，佢講讓40，因為佢講40人也來主持節目啦，因為駐圍也都冇限，也都冇限，因為夠全主持固定自家主持可能會忙不過來啦，所以講來請宣傳師啊，他家4-3年後1禮拜來主持啊，就講好啊，反正就搞過嘅就乜嘅捱年就講來者不拒咩嗬，結果就還有宣傳師就請到一張啦，就3捱呢捱就固定對音樂較有興趣嘛，結到嘅主題嘅我不管啦，就講。我就去噶，很多我嘅節目很多給你府城開課的客家客啦去噶就聽一隻副主題啊，就很多南客先生、南客先生這個有請這台南的客家人不論你菜地嘅，也講來讀書嘅，也來識條路嘅，你都一片歌聲好來唱客家歌，個我節目上咧，我有請講現場迄個路我愛獻的，我採讀嘅，有講現場人嘅合唱，安尼他家腔下都有節目來搞，本台南中都好多人較多咩，有講有安尼機會，本記得個堂，要採聽客家嘅好聲。但你這個都更加位置吧？你這個有讀多講，你這個關於會困難的事情。其實所有對，因為我自己本身有點座右銘啊，我不怕苦不怕難啊，永不放棄啊，勇敢接受挑戰。
有人会知道讲，哎呀，司令要按辛苦，像我2年安尼6日哦，我可以台南每日来回2转，一般人做唔到，我可以牺牲下班的时间、公余的时间，全是我就所有做投入都也客家也文化也部分。我知道讲时间，反正就了没了太，你嫌我温度不较难。某事情中就可能就是温度给看天师，愁到腰酸背痛，对吗？还不如出去做有意义的事情，或者可能对朋友来讲，吃到也是种辛苦的事情，不过我是乐在其中，讲真嘅。但是问题时间的运用里边，譬如讲即係講冇睇到卡看電視，但是還有另外一點啊，出去浪街啊，出去北山啊，佢做乜嘅你即係會按一種去推廣客家文化？如果在現在的時間，即係你上網嘅。可能也本身就是因為行到一條路做客家文化傳承，也係使命感啦。就講其實假如講嘅時間嘅通常個講嘅漫無目的嘅，跟你講嘅好係好啦，不過要盤啦。即個我年咯，我較唔可以操盤講要你奶較少但是重要是人家來操我。對未來咯。你未來有想過，譬如講那些兩位，即係佢想去挑戰看看啦喏。其實當多年就講，有人有幾下3年，就像不同的人就講嚟操講，係咪就開公關公司？講真嘅有，也係要動心動。不過我就想講，等到我本單2年後可以退休，不過退休金我等到63歲才可以領，是不是浪費咧？咁按年我做到65歲啦，我個期望我就講做慢啦。我做到65歲，我講按才個，我初中畢業就出去辦公辦通，我做到65歲50年，我初中1年2年就工廠打工的呢，日薪140啊。講佢從細我就做熟悉，做到睇見我13年就做些，做我講按才個，講個人家講退休啊，退休年齡後嘅呢就講平均餘命啊，我65歲退休的平均能存到2年，跟我哋13年做些講按辛苦。來退休的幫我做我自家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公關公司有啦，不過幾項要考慮。個第二呢就講，其實我下呢轉到也文化傳承，我目前呢有一個團體，嘅高度程度就有，我有一個從嘅聯合國30-40年都聯合國嘅，它的高度跟視野對人客家文化非常專精嘅人來帶領一個。苗啲也有一群，就講嚟留客家台灣，唔單止台灣的客家文化，而做到全世界客家文化，留所有各領域的所有東西，都喺呢一個平台俾大家嚟看到，也呢就有志一同嘅有志之士，大家啲希望一件事情。嗰時看今日節目，我發現到講，其實司令科長雖然可以客氣嘅講，伊即個平常無願意做為吹了啊，但是伊對客家文化嘅使命一直係以斜槓人生地位嚟過創業為等元素。經過感謝我哋司令科長來到我現場的分享到，就名斜槓人生嘅故事。沈蒙主持人，沈蒙太監。休息下喎，大家聽下啲先生來，傾下運動哦。跟福起來的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